容一詩喺外界睇嚟，佢擁有多重身份，係一個非常之複雜嘅人啊！從200年前就係外交世家嚇，但係今日咧，我想透過熒幕行入佢嘅屋企裏邊，睇下標籤之外嘅容一詩係一個點樣嘅人呢？從我嘅早上，希望可以教育強國，同我哋家族過去呢200年嚟做嘅事情係息息相關嘅。我爺爺又係外交官員，到咗我阿爸又係以期會有容之行啦，即係我二伯啦，足球嘅名宿。到咗我亦都係長期喺度從事呢個政商嘅海外嘅呢啲工作。哇！大家晒，請入嚟。哇！我見到你哋一入門口就可以見到啲家庭嘅擺件喺度咯。係啊。呢個係咁得意嘅一幅畫。呢個係父親節嘅時候，我個女專門畫嘅父親形象。可唔可以解釋下點解你係仙人掌嘅？一個啦，可能一直以嚟俾小朋友嘅形象係一個可能比較堅毅嘅形象啦。咁啊，仙人掌喺沙漠上邊都係比較堅毅嘅。你睇到佢嘅鬚渣啦，一個鬚根啦，每一次咧，我一抱個女咧，即係都會吉親佢，係，所以我會覺得所以就變咗仙人掌啦嘛。哦，呢個係我太太啦，咁啊呢個就全家福啦，我爸媽同埋就3個小朋友啦，好溫馨嘅。咁啊呢個我最細嘅仔仔啦，咁呢幅就係佢畫嘅喺佢眼中嘅父親形象。咁除咗呢啲之外，仲有冇其他嗰啲同屋企人有關係嘅藏品先？有嘅。跟住落嚟咧，咁啊從我嘅父輩開始咧，嗱，好似睇呢個係亞運會嘅火炬啦。當時我哋呢個係我爸爸當時嘅。咁我哋另外我哋屋企家族仲有另外一支咧，嗰個就係容之行啦，即係我二伯啦，足球嘅名宿。佢嗰支咧就更加犀利啲，佢當時喺開幕式去到現場嘅時候嘅交場內嘅啦。其實整個家族咧，其實一輩一輩咁樣對我哋有好多嘅運動嘅影響嘅傳承咯，係傳承啦。呢個係2019年嘅時候鐵人3項嘅亞太錦標賽，呢個就係衝刺嘅時候啦。咁啊呢個咧就更加多啦。咁我平時跑咗超過20個全馬拉松。咁呢個就係啱結束嘅24年嘅廣州馬拉松。咁你基本上每一屆都有？係每一屆我都有跑。我屋企其實仲有更加多嘅一啲體育元素啦。而呢邊就仲有幾個足球啦。雖然睇落係睇似簡單嘅足球啦，但係其實對我哋幾代人嘅影響都好大嘅。哦，嗱，好似第一個啦，呢個係黃晒嘅，黃晒啦，有啲咧年代感。第一個就係蘇永信啦，當時我二伯踢波嘅時候嘅教練啦。歐慧婷啊、何佳啊，係啊，呢個係池尚斌啊、陳希榮，呢個都係老一輩嘅嗰啲國腳啦，所以呢個都係含金量好高嚇，雖然比較舊啲。咁呢個足球咧對佢意義都好大，因為佢當年先喺廣州讀書啦。啲字咁趣字啊！係啦，就係佢當時咧出國之前，佢所有嘅同學啦，同埋啲隊友啦，簽咗一個足球咁作為一個呢個送別嘅禮品俾佢，所以佢自己都好珍惜呢個球。咁其實我哋除咗運動方面咧，有好多非常多嘅傳統文化，優秀嘅傳統文化。咁聽講龍生你嘅身份啦，仲有係棋院嘅院長。咁我哋都道棋院離屋企都唔係好遠呀。係，不如要唔要去睇一睇啊？好啊。同埋咧，我哋都成日都講話樂子無悔啦。其實咧，你哋屋企包括呢個由呢個棋商帶過嚟嘅呢種傳遞啦，更加係一種家嘅一種溫馨嘅體驗嚟嘅。咁啊，其實除咗呢個之外啦，家屋企喺你心目中咧係點樣定義佢啦？同埋咧，你會點樣去理解我哋呢個大灣區的家？我哋屋企同灣區同呢個橋梁，因為灣區佢唔係淨係一個地域啊。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其實灣區就係一個連接我哋中國同埋海外嘅一個咁樣地方。同一時間係要傳達溫情、傳達親情。我哋一直都係以一個橋梁去自居嘅，包括從我嘅早上，希望可以教育強國，投入到我哋整個嘅近代整個民族發展裏邊。咁喺整個民族嘅復起嘅呢個過程，我哋亦都深度參與咗。咁我覺得呢個其實就同我哋家族過去呢200年嚟做嘅事情係息息相關嘅。爺爺外交。但係佢再做咩外交官，佢再喺外邊，其實都係心繫我哋嘅家，所以到最尾，雖然佢中間去咗緬甸10年，後尾一定要翻嚟。後尾去咗印度做外交官，喺整個環境非常之好，待遇比較優越嘅時候，佢嘅爸爸即係我嘅曾祖父喺美國，直都寄信
去引導、鼓勵佢要翻嚟，要投身家國建設，係啊，所以後尾佢帶住全家人，帶住我爸爸，帶住我爸，係啦，帶佢哋翻嚟廣州。咁其實咧，我哋都聽到令尊咧，其實都好中意係捉棋嘅。咁其實咧，係你嘅棋藝係咪佢會教俾你？平時有冇同佢捉棋咁樣樣？從細應該講從細就喺佢個薰陶之下，都經常會過招。佢其實3樣棋嘅水平都好高。細個時候佢就同我開玩笑，佢話只要我捉得贏佢，任何一樣棋至少都可以入省隊。哇！咁犀利！如果圍棋可以入到佢嘅話咧，贏到佢咧，我就可以入國家隊。咁犀利！當然佢好長一段時間，後尾亦都喺呢個國家體委係啦，咁啊帶住中國嘅青少隊係。但我好記得一個印象咧，就係喺我12歲嘅時候，我媽媽咧就帶住我就去北京，去當時我爸爸喺北京國家體委籌建中國棋院。第一次去到佢辦公室，去到北京嘅辦公室，我係好震驚嘅，因為嗰個時候佢係冇一個固定嘅宿舍嘅。我哋一家3口咧係瞓喺我爸爸辦公室，用個書櫃嚟間咗一個好細嘅一個空間。咁我哋一家人咧係3口瞓喺一個90公分闊嘅一個床嗰度，足足喺度住咗1年，係啦。咁啊喺一個咁樣嘅環境裏邊，咁我嗰時候就會覺得點解佢會咁辛苦咧？但係隨住自己慢慢大個咗之後咧，我就有啲時候唔單止感動感觸而且我都有啲羨慕佢。一個人可以為咗自己熱愛嘅一件事情，可以去奮鬥一輩子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幸福嘅事情。中國棋院落成咗之後，佢咧係被分到負責咗分管咗象棋，佢係象棋部嘅主任。咁同一時間佢亦都作為中方代表，所以後尾咧參與咗呢個世界象棋聯合會同埋亞洲象棋聯合會，咁大力咁樣推動我哋嘅傳統文化。喺世界象棋聯合會裏邊，霍英東先生咧係主席啦，我爸爸咧係秘書長啦。咁喺亞洲象棋聯合會咧，霍英東先生係會長，我爸爸係第一副會長。大家佢哋就係一個出錢，一個出力，咁大家共同咧喺全球咧推動呢個象棋嘅呢個推廣啊。係啊，咁象棋咧最有代表性嘅，應該就係講我哋嘅一個五羊杯啦。嚟參加五羊杯嘅，只有一個條件，就係必須要獲得過全國個人賽嘅冠軍，先有資格嚟廣州嚟到文化公園嚟參加我哋呢個賽事。所以個華山論劍冠軍中嘅冠軍。咁其實五羊杯咧係從81年開始就創辦咗，去到85年嘅時候咧，咁就開始由霍英東先生開始贊助。咁但係喺09年咧就好遺憾就停咗啦。咁我咧係喺2021年咧，當時有幸啦被評為廣州市嘅榮譽市民，我就提出咗一個倡議，希望廣州市政府咧喺適當嘅時候可以復辦我哋嘅五羊杯。馬上呢個亦都得到咗政府嘅響應，我重新喺23年嘅2月份將佢復辦。係整個賽事期間，線上加線下超過1億嘅人次。哇，咁多，非常之多。咁當時喺呢個文化公園嘅中心台嗰度，係多年冇見過嘅場面，係人頭湧湧啊，水泄不通。咁文化公園呢個地方咧，又叫做棋城中嘅棋城啦，可以睇到呢度裏邊好濃嘅文化氛圍。咁我哋呢個圍棋館咧入到嚟左邊呢度咧，其實就係講介紹我哋整個中國圍棋嘅起源，將近有5000年嘅歷史㗎啦。咁如果我想學呢個圍棋或者學咩嘅話，我有冇啲咩口訣啊或者乜嘢？有嘅。我哋等陣行過去咧，我哋會見到有啲圍棋嘅10訣。有一位圍棋大家，佢將呢個捉棋嘅道理將佢整理咗出嚟，變成咗10訣。呢個咧亦都係我哋一個比較早期啦。咁你都經常往返於中國啊，同埋澳洲啊，其他地方。我經常亦都每一次出國我都會將圍棋或者象棋作為我嘅一個手禮手信去送俾我哋嘅國際友人嘅。而且送俾佢哋嘅過程裏邊咧，順便咧同我哋做一啲解讀嘅介紹，非常之好。亦都係借住一個咁樣嘅機會咧，去傳播我哋嘅傳統價值觀同埋文化。咁我有時候我都會同我嘅小朋友講，佢哋亦都要圍繞住我哋嘅家國。佢從7歲就開始踢足球啦，佢係16歲組，當時亦都攞過墨爾本東區嘅最有價值球員嘅。所以咧，其實我今次都了解到啦，容生你嘅仔仔今次咧亦都係帶咗一個外國嘅朋友過嚟喎。仔仔會有一個外國朋友會過嚟一齊去玩咧，一齊去體驗咁樣。佢點解會過嚟嘅？我覺得仔仔係傳承咗屋企嘅呢個家風啊！我要求佢係一出世咗之後就翻咗嚟中國啦，喺呢邊接受傳統嘅教育。首先要知道個根喺邊度，就懂得自己嘅語言，咁樣再出去。
但係佢一出到外國之後咧，佢變咗係一個好 open 嘅、熱愛交際嘅一個咁樣嘅一個性格。咁佢每一次翻嚟咧，佢都會爭取咧，就會帶一啲佢身邊嘅朋友過嚟。從去落機嘅第一日，呢個嗰日係晚黑，佢嗰個朋友一話，我覺得呢度好安全啊咁樣。外國喺度講，好似唔係好安全咁樣，我覺得呢度好安全啊！咁呢幾日咧，我仔仔都帶住去周圍去行啦、逛街啦、食下嘢啦，咁佢哋會覺得啲美食簡直係一流。要肥幾斤先可以翻去。呢個外國嘅小朋友都好習慣。所以通過呢種你啦、你嘅仔仔啦、女女啦，會帶一啲外國嘅朋友嚟到廣州、嚟到中國呢一片土地上邊啦，先至可以去見證到真正感受到我哋中國呢個發展嘅。今日咧你哋過嚟難得過嚟，我係安排咗一個好特別嘅廚師喺我哋隔離嘅廚房嗰度。哇！容生你就係嗰個星級大廚啊！歡迎歡迎歡迎！得唔得㗎？試過未知啦。好，嚟攞個頭盔嚟俾阿喬生。我已經開始驚。咁喺呢個開始之前咧，我哋嚟個小熱身啦，好唔好？好啊好啊好啊！嚟咯！哇！哇！雞扒。打嚟頂喎！OK。咁其實咧，你當時喺澳洲嗰陣時，點解會揀到去日料店嗰度做？首先咧，出到外國奉行呢個勤工儉學呢個亦都係屋企一直以嚟俾嘅家教啦。所以後尾就揀咗去做呢個鐵板燒嘅嗰個洗碗工。但係好慶幸啦，可能亦都係因為屋企從細有呢種體育精神，所以咧就都係後尾都係堅持咗落嚟。咁我足足喺嗰度咧係免費做咗年半之後，咁嗰個師傅咧就感動咗佢，佢就開始就教我一啲基本功。因為我係當然係當地第一個做呢種花式鐵板嘅，所以一下子就一炮就紅咗。咁有冇試過話專門為屋企人？即係都會經常邀請我哋啲海外留學生咧，就去我屋企嗰度食飯嘅。咁當然包括就係後邊嘅屋企人啦。咁其實大家都係一個家庭嚟嘅。哇！你真係你呢個故事聽落去都好感動。可能呢個亦都係，如果同翻從細受屋企嘅薰陶嘅話咧，就有啲似捉圍棋咁樣啊！你睇下我啱開始捉棋嘅時候咧，你放一隻棋子喺一個角落口嗰度，隨住咧個棋慢慢向下邊演變嘅時候咧，你鋪開嘅慢慢，棋子同棋子之間咧，佢就發生咗一種聯動啦，佢成咗一種互相之間嘅加持，加持得多佢就成咗勢，一種趨勢，一種優勢，一種大勢。咁到嗰個時候咧，其實就勢不可擋啦，即係就一直發展落去。所以我係好感激嗰個時候係啦，可能屋企俾嘅呢種品質啦，就係我哋都係堅守底諗，咁慢慢一步一步咁做出嚟。即係我哋應該要喺呢個時候以我哋嘅家為核心嘅，因為家係代表咗溫馨，代表咗我哋嘅情懷，代表咗我哋嘅成長，代表咗我哋最終翻去嘅地方。所以我哋唔可以忘本嘅，唔可以忘初心。所以家其實我覺得就係呢個核心。試下我呢個照燒雞扒，咁上面嘅照燒汁咧係秘製嘅，我自己調嘅。哇！我要用廣東人最高嘅禮儀嚟形容你呢道餸，有鑊氣，有鑊氣啊！真係呢個我諗就係家嘅味道。睇你呢個都已經砌到七七八八啦喎，最尾一嚿啦。呢個係對我最大嘅認可。多謝。真好食。你得閒咧，歡迎你嚟呢個家多啲嚟食飯。好啊。